台南市体育局21日召开记者会，向市民大众说明亚太新棒主球场另建的进度。局长陈良全表示，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主球场是亚太棒球分区的代表性球场。在今年1月份完工前，就邀请台体大黄彦祥教授的团队进行抽验。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主球场是整个亚太棒球园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球场。那在今年1月份就已经完工。不过在1月完工之前，我们就安排了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黄彦祥教授他的团队来帮我们做一个初验。那初验完了以后，我们在1月、3月，我们分别就发文给中职，希望他们能够来认证。不过，中职联盟在6月25号实地勘查后，发现缺失，要求改善。市府在7月18号就召集厂商开会，针对缺失进行改善。职业球队要在这边比赛，一定要经过中职认证许可了以后才会比赛，所以有这样一个程序。那一直到6月25号的时候，中职他才来这边勘验。那勘验完了以后，在7月份的时候提出来一些缺失，需要我们来做改进。我们在7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召集了所有的厂商，然后开会，然后怎么样来把它改善比较完善的。因为这里边还有除了中职以外，也有棒球协会，他也提出来一些意见，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呢针对有缺失的地方我们来去把它汇整希望能够把它改善得非常的完整。目前球场的小缺失正在改善当中，工期有过45天，接下来会请联盟验证，要拼看卖在年底之前完成所有改善，并通过联盟的认证。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